波声点亮了信念，生涯大明宫牵起一段帝君愿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一群原本不同地方的人，因为同一份信仰走到了一起。同一帝君会这个名字，一群爱抗教的兄弟，跟着帝君走进了信仰起点。不是为了谁，又不是为了名声，只因相信正义能照亮人心。一双双肩膀，一颗颗炽热的心，一步一脚走到了今日光景。一生帝君，一生跟随，一份情谊从不后退。从几个人开始到一群人的约定，帝君见证着忠义帝君会的成立。Bound by brotherhood， 忠义帝君会，万圣帝君坐镇在。一群人因信仰聚在，永远神港有人知道，忠义帝君会这份信念一生都坚定。忠义 Lord One Brotherhood， 会管理那一派空屏记录着一天的日子。58高联系高利贷黑派到现在的苏格登，叫裴进来看到笑着说这里就是最爆地 Build Different， 但兄弟都知道留下来的不是97，是那些坐在一起聊天的晚上，是出门前互相提醒，是回来后一起分享的事情。Back again still together， 忠义帝君会，一生兄弟就到位。忠义帝会，一条心站在一起，不是一个名字而已。忠义帝君会，风月神道传出去。忠义帝君会，忠义 Lord One Brotherhood， 幸运走近，跟着前辈慢慢学经验，搬起就业，搬起肩上的路，从这开始，一生的忠义就从这开始。吊架绑上一双双传承的手，前辈教会什么叫责任坚守，服装整整齐齐，脚步一直向前走。从学习到传承，一代带着一代，把旧版精神留在这里。现在第3代接上来，不同年纪的人站在一起，因为大家知道，忠义帝君会永远是一家人 ，Brothers for life。一生兄弟就到位。肩上扛的是神教，心中守的是忠义，脚下踏的是3不3，大家走的是同一个心，大家走的是同一个心，大家走的是同一个心。One rhythm， 大家走的是同一个心。S Music Studio。